来传讲主的信息，献上新的礼物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恩典，互咱做伙来敬拜上帝，咱做伙来祈祷。听完的主上帝，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，阮献上感恩，因为你互阮有福分，伫主日的时会当来敬拜你。主恳求这是你的信心甲阮伫地，来帮助阮拍开阮的心，将你的话语放伫阮的内面，求你来帮助。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今仔日是圣诞节期大降节的第3主日，我相信咱对头前的点到沙基拉节，咱就知这是第3个大降节的第3个主日，互咱用欢喜的心来迎接圣者耶稣的生日。讲到生日，咱常常拢会想到啥物？恁庆祝生日会准备啥物？圣诞生日蛋糕还有咧？礼物啊，对啦。讲到买礼物，这是一个真大的学问。毋知咱捌因为要送礼物互别人，毋知要送啥物，头壳想甲真头痛。所以买礼物是一个真大的学问。有人安尼讲，男性买礼物通常拢买较贵的，总是无实用。我毋知啦，人讲的。女性呢？伊买礼物，因为女性都有当时贪小便宜，就买较俗的，总是有实用安尼。毋知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我毋知。不过，咱确实男女两性，确实有无同的思考的方式，也是讲咱的做法。所以我就想，圣经内底在记载这个博士是讲男性，若是这个博士来拜耶稣，这个博士是女性。因到底会这个拄出生的婴仔耶稣献什么礼物？敢是讲准备一个真青草的一顿，还是讲为着婴仔准备一个真舒适的摇篮啦，还是讲摇珠啊，甚至将迄个马条啊，甲伊布置甲安尼真有欢喜的迄个气氛，我毋知。总是亲爱兄弟，如果是咱是博士其中的一个。咱会为耶稣献上什么礼物？博士来拜耶稣，这是耶稣的出世的记载，圣经中间是真重要的部分。因为博士带来的礼物，毋但对迄当阵的人有意义，其实伫今仔日对咱嘛是有意义。因为这礼物毋但带出这个婴仔耶稣伊的身份，以及伊一生的使命。而且对耶稣的父母约瑟甲玛利亚来讲，这礼物真正是贵重，阁真实用。咱要知，这几个伫东方远的东方来的这个博士，也是拄只现代中文译本讲星象学家。咱要知影，伊对远的东方来到耶路撒冷。因并无迄当阵犹太人，因为一个长期在五芒比赛领导迄个背景。注意听哦，这个博士因无迄当阵犹太人长期在期待比赛领导迄个背景。总是咱看见，因却展现出非常大的信心，甲迄个坚持的气力。所以伫迄个大市迄个大市的印刷下面。伊用几啊年的时间，行过沙漠、旷野，山顶也是过海安尼，来找着这个拄出世的王。而且伊婴仔耶稣，伊所献上礼物了后，圣经记载，无留什么话，无表明伊伟大的身份是啥物，甚至伊无等到约瑟也是玛利亚任何的祝福，也是讲甲伊回报。因就离开，所以咱会当看到，博士是啥物人，并无重要，重要的是因所献的礼物是啥物。马太福音第2章第10到11节，圣经安尼讲：因看见迄个星，欢喜到顾袂着，入厝看见婴仔甲伊的老母玛利亚，就扑倒拜婴仔，开因的宝盒，
献礼物给伊，就是黄金、乳香、沐浴。博士这婴仔耶稣所献的礼物，是真正对心所发的，而且伊是特别用心在准备的一个礼物。这3项礼物是啥物？第一个黄金，第二个乳香，第三沐浴。这3项物件在犹太人的社会中，伊有真重要的意义。今仔日咱就要做伙来思想这3项礼物，伫现今对咱的意义，以及特别当大降节，咱在准备迎祭主耶稣降生的日子，咱会当为耶稣准备什么礼物？博士伊所献的第一项礼物就是黄金。咱讲，咱的心思会带出咱的行为，所以真侪时阵，咱也通过咱的行为、咱的行动，来反映出啥物？咱嘴无讲出来的，总是咱心内所受的这意念。圣经记载，博士伊耶稣所献的第一个礼物就是黄金。咱知影黄金真少，而且伊的价值安那真悬，真悬，真有价值的一个金属。啊，佮金仔伊较柔软，所以会当可塑性较悬，所以会当做真侪真贵气，也是讲真细致的这个饰品，也是器具。所以伫古代的当中迄代，也是讲伫耶稣出世迄当阵的犹太人，因拢认为黄金是代表一个王的尊贵，一个国王的尊贵。听下这，咱讲当今来这博士，因真正是尊重婴仔耶稣是王，而且唔那是犹太人的王，耶稣也是因的王，甚至是世间所有人的王。所以你远远来睇到耶稣了后，因就谦卑趴倒敬拜耶稣的时，因就献上因特别准备的黄金，因为因看婴仔耶稣伊有王的尊贵，只有王才配得这系真尊贵的黄金。听下这，请咱注意，圣经甲咱记载，这个博士因对耶稣的家庭是完全无了解，甚至耶稣伊要伫倒位出生，伊嘛唔知，所以圣经马太福音第2章第1节记载，因来到耶路撒冷，是要找迄个王，甲伊问讲，要出世迄个王伫倒位啊？所以咱就知，这博士因是连耶稣的出生伫倒位，因拢唔知，竟然爱迄个大天来带路，所以咱知影，伊根本拢无可能知影，约瑟甲玛利亚因的家庭的经济状况是安那。所以，伊毋是因为了解约瑟是一个真善车的一个目像，所以伊是要送这个黄金有价值的物件来帮助因改善因的家庭环境。博士因来准备这个礼物，完全是因为因对一个王，对一个对我出世的王，迄个尊重的迄个态度。听下这，咱有尊耶稣做王无？博士伊流露真好的模样，就是尊耶稣做王的人，必定会谦卑恭敬，将金钱献给上帝。听下这，咱奉献，毋是因为咱的教会真善车有欠缺，咱奉献嘛，毋是因为咱的教会有钱，咱更加奉献的时候，教会更加有钱。咱奉献是因为咱愿意遵从敬拜主耶稣是王这个心志，这是咱奉献真重要的态度。如果咱确信咱家己是一个顶头心得救的基督徒，总是咱却还未真正去行11奉献的这件事。牧师爱提醒咱，这个月圣诞节对基督教的信仰来讲是一个新的开始。因为耶稣这个婴仔出世，新的生命进入伫世界，所以咱会当有一个新的改变。咱在这个月开始，咱就应该立的，应该回应上帝给咱的恩典，
咱将伊带到上帝厝。咱安尼做，因为咱是上帝的家人，是蒙阮得救的人的责任。而且伫旧约先知马拉基也提醒咱，若是咱无照上帝的话来做，咱就是在偷摕上帝处理的物件。听下这，当咱愿意照上帝的话来行的时，圣经应允咱，上帝家己应允咱，要将更较大的福气变互咱。这福气，咱的蒙福，得到福气多到无所在通福气。同款，因为尊上帝最王的人，咱真自然，咱有这个尊敬的心，真自然，咱向上帝献上的，就是具体实际的礼物。圣经也甲咱讲新约，欢喜提出的上帝听伊。听下这，如果咱真正尊耶稣基督做王，咱就爱将咱应该拿的11奉献，带来教会献给上帝。这是咱真心尊主做王，真具体的一个行动。牧师伊所献的第2项的礼物，乳香。乳香其实是一种树的一个油啊，会发出香味。伫所罗门的时代以前所罗门时代以前，这乳香啊，伊只是会当用伫会幕个圣殿在献祭的过程中来使用。因为乳香主要的作用是要互迄个敬拜甲献祭，规个过程有一个香香的味发出。所以伫犹太人的观念中间，这乳香就是代表对因所敬拜迄个神的一个尊重。乳香就是代表因对因所敬拜迄个神的一个尊重。当今来牧师，伊毋拿尊耶稣做王，因献酒黄金，相时伊嘛尊耶稣做神，做上帝，所以献酒乳香。乳香对咱今仔日有啥物意义？乳香就是咱敬拜上帝的心。逐主日，咱来到礼拜堂，咱是毋是有备办好咱家己？尽量莫迟到，嘛尽量莫早退。咱较早会较早才进入伫礼拜堂，咱安静咱家己，来备办咱的心，来领受上帝的话语，以及享受上帝同在。还有咱真济一个礼拜落来，咱有真济服侍同工，毋望咱毋通互咱的服侍加做咱主日的焦点。因为无用的服侍，咱主日真无用服侍，袂当取代咱来敬拜上帝迄个时间。教会有真济场的礼拜，互咱会当分别礼拜时间甲服侍时间，为着咱家己备办一个安静的心，来敬拜上帝，享受上帝同在。乳香代表对上帝敬拜甲尊重。互咱逐礼拜主日敬拜，会当诚做合一，而且有香味，而且是确实尊上帝最神的一个敬拜。毋但只是咱嘴在讲，还是心在想，也应该爱伫咱的行为表明出来。所以牧师要鼓励咱大家，向上帝献上乳香，诚做礼物。实际行动就是用敬拜上帝。诚做咱逐主日上界重要，而且咱爱尽咱的气力来做好的代志，准备好咱家己的心，尽量莫迟到，莫早退。来到圣殿，咱安静咱家己，求圣神来引带咱。伫规个敬拜中间，咱会当投入咱家己，甲咱的兄弟姊妹同心献上互主欢喜的敬拜。牧师伊所献的第3个礼物，就是沐浴。沐浴同款是一个真贵重的一个香料香料，而且伊有停止老化、止血迄个作用。古埃及人伊毋但伫因的庙内底有烧这的沐浴，而且伊嘛将沐浴来诚做当一个人过身了后，
来甲伊满伊的尸体一个习惯。这同款伫耶稣的时代，咱嘛知影，犹太人因嘛有用沐浴来满这个尸体这个习惯。所以伫中东古代文献中，当一个君王伊要就任的时，百姓就要准备一项礼物，其中一项就是沐浴。这个沐浴加做礼物，就加做因一个国王要就任的时所送的一个惯例。因为迄当阵的人，因普遍有一个想法，有一个观念，伊讲这个君王，伊真正是一个伟大、阁有仁义的君王，所以我献沐浴，表示伊愿意为着伊的百姓来牺牲伊的性命。因献这个沐浴，是表示这个国王愿意为着伊的百姓来牺牲伊的性命。所以博士伊献这个沐浴，是表示这个婴仔耶稣基督伊的死甲伊的埋葬。今仔日咱会当献的沐浴是啥物？沐浴既然嘛是一种的修疗，佮甲耶稣的牺牲甲受死有关系。所以咱就会当将耶稣的牺牲受死，会当通过咱每一个上帝家人，咱伫生活中有好的见证，会当成做一个有香味，会当吸引人的一个信息。教会团体也是小组，咱伫圣诞节的时，咱拢会安排真侪福音，福音的活动，无论是地会还是咱的餐会，就是亲像昨下晡，咱伫这个所在，咱就有300几个人，咱伫这个所在，咱有一个圣诞福音的地会，亲像安尼就是一个真好的机会。还未认捌耶稣基督的朋友，通过可能咱感觉家己袂晓讲，咱就带人来听别人性命改变的故事，或者是咱家己伫生活中，咱坚信家己为主做水的见证，也看见别人，互别人看见咱性命改变的故事，会当通过安尼，咱会当甲别人讲，耶稣的降生就是为着要拯救世上的人，也通过咱家己的性命，甲别人讲，耶稣的受死是要互咱人得到新的性命。咱拢知，今仔日的圣诞节已经互侪生理人甲伊变做是叫你开钱消费的日子，这已经完全失去了圣诞节的意义。基督徒，咱爱明白，圣诞节真正意义，就是因为上帝疼咱，因为上帝疼，伊互耶稣基督降生做人，毋但安尼，伊经历过咱人人生的每一个阶段，伊拢体会过。伊知影咱的欢喜，伊嘛知影咱的艰苦，也因为上帝疼，互耶稣替咱来死伫十字架顶，救赎咱脱离罪捆绑，互咱会当过一届甲上帝恢复迄个好好的关系。所以亲爱兄弟，请咱会当把握圣诞节期这个机会，我还未听见福音的朋友，互因来，互因有机会来认捌为着咱人来降生，也为着咱人来受死的耶稣。所以伫圣诞节期的时，会当鼓励咱的朋友做伙来教会参与一圣诞节的庆祝的活动。无论是咱后礼拜主日赞美礼拜，24号的平安眠圣诞乐的音乐会，也是咱每一个团体，咱拢有办真侪圣诞的福音餐会。嘛毋是咱家己坐来家己食尔尔，咱会当带还未认捌耶稣的人到伫咱的餐会，做伙来听见咱性命改变的故事，互因有机会认捌耶稣，也当将福音的经济藏伫因的心内。这就是咱献互上帝有香味的礼物。亲兄弟，因2000多年前，几个去东远的东远来的博士，因带着非常大的信心
甲坚持的迄个态度，因行过济济的路，吼跋过济济的山岭，来超找着即个拄仔出世的王。因尊耶稣做王，所以因献上黄金；因尊耶稣做神、做上帝，所以因献上乳香。因也为着耶稣的牺牲甲受死，伊献上沐浴。咱会当献上啥物？咱会当献上上帝，互咱济济恩典中，无论是看会到的、看袂到的，咱献上1/10，来表示咱对耶稣是王的迄个尊重。咱会当逐礼拜，咱用专心敬拜的行动，来尊耶，表示咱尊耶稣做神、做上帝迄个心态来礼拜。咱嘛会当照着帮赞，未认捌耶稣的亲人朋友，来认捌耶稣的这个行动，来回应耶稣对咱牺牲的疼。我是相信，这就是咱献互上帝，互上帝所欢喜，献互耶稣迄个真好的对心所准备的圣诞的生日礼物。请兄弟，咱准备好要对心献互耶稣的生日礼物啊未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主上帝，阮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，阮毋你毋若献上感恩，阮阁较恳求你，伫大港节期的时，帮助阮阁一摆会当转到你的面前，反省阮家己。若是阮所做的无够，求你来帮助阮。主特别恳求你，因为阮知，阮的性命毋是停留伫即时。若是当阮愿意拍开阮的心，互你来掌权，互你来降生伫内面的时，你做王，正做阮生命中的王，帮助阮生命有改变，互阮的生命会当发出香味，去引人也有机会来认捌你。主恳求你来帮助阮，阮将阮每一个人各一摆交托，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